华航的技术为着病毒的风波继续来扩大，昨增加的2个确诊者是来自2个抗体阳性的技术的家庭。专家嘛，把这2件个案看作是社区感染的警讯，认为讲这所有相关的接触者，拢应该扩大来检测。 因为昨确诊的这2位，应该老早伫1个月前就互感染了。专家嘛讲，使无人机的技术为着病毒的风险真悬，但是咧，自预防下速度上慢了。 华航技术为着新冠病毒的代志愈来愈大条，总共有9个技术去为着啊，再加上有2个技术的亲人确诊，造成2个家庭去为着的事件，佫影响到3间学校。和专家烦恼的是，按号1113号这个血清抗体阳性技术的后生，进前2摆采检都是阳性，只是病毒量较低。 血清的抗体嘛是阳性，另外暗号1114号是另外一个血清抗体阳性技术的太太，头一摆采检是阳性，第2摆是阴性，血清抗体同款是阳性。这2案为着时间上少有1个月。如果有形成一个传播的情况，那应该是相对会有一些相对的个案到外传播，变成社区的传播，但相对可能性少。最重要的重点不在于防护哦，而在于侦测。我们只要把这个病人侦测出来，管起来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你不侦测出来，让他外面飘。 你怎么防都防不住，敢会威胁到社区？所来28天是关键的时期，不过专家认为讲，这自预防下脚步上慢，这是问题重点。仅有的疫苗如果打在关口的话，这是对我们来讲成本效益最好。这次感染爆发基本上在1个月前就发生了哦，刚好1个月前我们疫苗就来了。如果那时候打上去的话，这次的事件不就是不会产生了吗？ 本土的个案一直发生，显示这波疫情无遐简单。专家建议讲，要对所有相关的接触者全面的采检，要真谨慎，才有安全度过疫情危险。